要多少钱一斤？5块钱一斤。帮我称一下。包好1斤2两，给5块钱就好了。好，趁热帮我装起来吧。好。好。你眼瞎，这么近都看不见。大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完了啊！你看看，撞了个大坑。对不起，那怎么办，哥？怎么办？赔钱，没有1万块钱修不好了。我看我的轮胎也坏了，要不然我们就这样算了吧。算了，你这个破车才值几个钱？大哥，吃个水果消消气。谁吃你的破水果？怎么解决？我一个卖水果的也没有那么多钱啊。少废话，没钱打电话叫人来赔，赶紧的。喂，哥，我在摆摊的这个地方把人家车给刮了，然后还被打了。就这样也算打啊？毕竟就是马子。只想永远的离开，我曾经堕入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。这辆车我买了，我这个戒指可以买你2辆车，拿着，拿着。刚才他怎么打你的，你就怎么打回去。我不敢啊，自己觉得自己后边。我没抽过这么差的烟。记住，不要狗眼看人低。